文化的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基台这礼拜呢，拢来推出系列的报道，小介入围金曲奖的台基作品。今仔日要带大家来看家己的王瑞德，伊伫咧去年发行头一张台基专辑，主要就是咧描写亲情甲家庭。这个作品是入围今年台基最佳女歌手等等4个奖项。伊讲希望透过音乐会当了解济人。 当过来甲阮白头鬃，甲阮做好人，暗时着迷茫，去装一张空。用记忆内的滋味来唱失地的故事。其实王瑞德伫2017年就写出《歌里采梅》这首台语歌。伊讲这虽然是别人的故事，不过见摆唱拢会互伊想到旧年来受病症折磨的老爸。 这首歌就收录伫咧王瑞德的头一张台语专辑《踏踏点》伫内底，也毋过去年发片了后一个月，伊的老爸就过身啊，嘛，互伊感觉真遗憾。我毋知影要安怎讲呢？对咱即种平常时毋敢甲家己的困难讲出来的人，我感觉音乐这个歌曲对我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方式，真好的寄托。 王瑞德表示，人生难免会战风得地，所以伊嘛透过轻轻啊飞的歌词，毋茫用温柔的旋律来了解济济沉重悲伤的时刻。阮自好势好势掺着淡薄仔笑亏，袂要紧，只是也袂开花，歹沉重的悲伤，嘛爱轻轻啊飞。 王瑞德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最佳女性歌手，含年度专辑等等拢总4项。专辑内底有老母的形影，有已经离开的家己旧厝等等，所以伊选择用上亲密的台语来唱歌。事实上，王瑞德讲家己学生时代的梦想，一直拢是想要做一份稳定的工课。伊毋捌料想到音乐这条路竟然已经行10几年。我感觉对我家己来讲嘛，是一个对我这10几档的拍拼一个。 认同，啊，一个，互家己会当阁有愈侪信心，会当继续写歌曲、继续唱歌的一个真重要的证明。王瑞德表示，今年济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创作者，真侪拢是少年辈，伊认为这是真大肯定，伊嘛期待未来台语音乐会当愈来愈丰富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